睇詳細內容。新嘅水扁今日宣誓就任總統，佢發表就職演說嘅時候重申，若果北京唔對台用武，佢任內就唔會宣布台灣獨立。我哋記者莫宜端而家咧就喺台北圓山大飯店就職晚宴會場外面。莫宜端啊，陳水扁到咗未啊？陳水扁呢已經到咗圓山飯店㗎啦。其實就職晚宴呢係7點鐘會正式開始，今次係宴請咗300幾個來賓㗎。咁比4年前呢李登輝就任嘅時候嘅晚宴呢，宴請咗100幾個來賓，人數係多咗1倍嘅。李燦榮。咁啊，講翻今朝早嘅就職演辭啊，水扁講到即係一個中國嗰個意見咧。嗱，喺演辭裏邊呢，陳水扁呢就冇深入咁樣講到一個中國嘅原則呢個問題㗎。咁但係佢就話，如果北京無意向台北動武嘅話，佢就係唔會宣布台灣獨立㗎。由吳曉東報導。陳水扁表示，佢深知身為第2任民選總統，有責任維護台灣嘅穩定和平。佢向北京提出咗5個不會政策，但係前提係要北京唔好動武。只要中共無意對台，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，不會更改國號，不會推動兩國論路線，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，也沒有為出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。陳水扁話：20世紀人類得到最大嘅教訓就係戰爭對人類嚟嘅難。戰爭是人類的失敗，無論目的何在，理由多麼樣的冠冕堂皇，戰爭都是對自由、民主、人權的最大傷害。佢形容兩岸關係其實建基於好多相同嘅基礎上面，不過由於兩岸長期分隔，並唔了解對方，甚至成為對立。不過佢話，此時此刻就正係兩岸共創新時代嘅一個好嘅契機。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和創意，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，在地和基礎之上，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，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。佢表兩岸和解、經貿合作一定可以為兩岸以至亞太地區嘅穩定作出貢獻，並且締造出新嘅東方文明。陳水扁嘅就職演說將會宣讀完畢，下一步就係睇北京對佢嘅演說有咩反應。無線電視記者喺台北報導。